喎，12號條，哇5號66蚊，有得吹咩？仲有手值啊，同埋咧火紅人，哇！湖心就唔使包尾啦，爬咗2格啦，應該贏一場就嘛？而家係尾3，唉，真係少少擔心吳定強，以佢嘅陣容啊，睇翻佢弱嗰個馬扣表，今季如果真係要自己護級成功咧，都有啲難度。你有3季噶嘛，擔心。唔緊要，佢係一個有長線目標。要而家望緊，唔係啦，計緊下季數啦。冇錯啦，3季係唔使連續嘅話，隔幾季續噶嘛。紅燈亮起，但我有陣時喺度諗咧，年年打護級有咩意思咧？真係，揾到飯食就算啦。冇錯啦，唔係個個你咁想食大茶飯噶嘛？我哋真係嚇，我哋滾水撈都得噶啦。咪係咯，響下等福就得噶啦。牛肉粥加炸兩，有陣時都有啲明星好啲噶嘛。哇！明嘅嘢你日日踩1個零2個鐘頭單車，咁幾開心嘅。係咯，要浮雲。54號落翻啲飛，因為5號落一浸咧，打到15倍，而家又去翻13。7號冇乜飛㗎嚇，睇下係咪當一個泥閘定係贏咗好精神啊，泥地落到63。5號落到63，好啦，交俾馬會。好啦，等緊入閘有隻衝線，魔法神出同埋左右逢源都未入閘嘅，衝線順利。好啦，魔法神出順利埋，最後入閘19蚊嘅大熱門左右逢源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賽事嚟到第8場2班1200米嘅泥地賽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嘅馬中間有呢隻愛寶區啦，咁啊再數翻中檔位置呢，仲見到有華美之星啦、獵豹小子啦，咁啊內欄位置光輝出擊，中間呢仲有呢隻呢，就係如願以償啊，外邊啊醒目波幅喎，後啲先見到讚賞啦，咁啊沙子啦，尾4好精神，尾3冇一隻19蚊嘅大熱門左右逢源啊，尾二位置魔法神彩包咗落尾呢，就係嗰筆衝線嚟噶，好啦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愛寶區醒目波幅兩隻馬拍住嚟放啊！咁啊，外邊第3位呢，仲有呢隻係讚賞嚟噶。再後邊嘅內欄第4位光輝出擊啊！咁中間獵豹小子出邊沙子啊！再後邊呢，仲有呢隻如願以償啦。咁啊後多少呢？仲有華美之星啦。揈出去出邊追啦，綠色衫左右逢源最出魔法神彩嘅。入正最後直路啦，愛寶區鬥緊呢隻醒目波幅啊！中間追緊呢，有隻讚賞嘅。咁啊再見到中檔有好精神啦，最出呢，就左右逢源都稍稍上啲啦。最後100零米，咁啊前面透出灰馬係呢隻醒目波幅鬥緊埋邊隻愛寶區啊！最後100米醒目波幅已經將愛寶區拋甩㗎啦，跑第3名嘅馬呢，就係呢隻好精神啊，第4呢，就係讚賞啊！我話去杜拜啦，去發育谷都唔掂啊！真係一起步就流，佢嗰啲韁繩短到咧，根本順勢跟醒目波幅上㗎啦嘛。都話啦，唯一真係要挑骨頭就係嗰對騎練。係啦，真係離曬譜真係。賽後啊，例牌問話，上一次係守3至5位，好在醒目波幅都頂得住。嘢愛寶區搞，俾佢壓住個第2，壓條 Q 翻嚟。根本未輸過噶嘛，即係7號真正地都冇乜鬥輸過。7450啊！阿紀錄保持者拍翻個第5攞啲獎金啦。真係一起步，我同張明講嗰啲韁繩處理，好整雨下。臨尾啊，搏命回有啲飛。睇下重播。1分08秒7嘅時間。泥地賽準備。
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間有呢隻愛寶區啦，咁啊再數翻中檔位置呢，仲見到有華美之星啦、獵豹小子啦，咁啊內欄位置光輝出擊，中間呢仲有呢隻呢，就係如願以償啊，外邊啊醒目波幅喎，後啲先見到讚賞啦，咁啊沙子啦，尾四好精神，尾三冇一隻19蚊嘅大熱門左右逢源啊，尾二位置魔法神彩包咗落尾呢，就係嗰筆衝線嚟噶，好啦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愛寶區醒目波幅兩隻馬拍住嚟放啊！咁啊外邊第3位呢，仲有呢隻係讚賞嚟噶，再後邊嘅內欄第4位光輝出擊啊！咁啊中間獵豹小子出邊沙子啊，再後邊呢，仲有呢隻如願以償啦，咁後多少呢？仲有華美之星啦，揈出去出邊追啦，綠色衫左右逢源最出魔法神彩嘅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愛寶區鬥緊呢隻醒目波幅啊，中間追緊呢，有隻讚賞嘅，咁啊再見到中檔有好精神啦，最出呢就左右逢源都稍稍上啲啦，最後100零米，咁啊前面透出灰馬係呢隻醒目波幅鬥緊埋邊隻愛寶區啊！最後100米醒目波幅已經將愛寶區拋甩㗎啦，跑第3名嘅馬呢，就係呢隻好精神啊！第4呢，就係讚賞。7450，哇！1分8秒7都唔慢。好啦，睇下個預計排賽跑第1名係7號嘅醒目波幅，導人44個半，位置係16個半；第2名4號嘅愛寶區，位置25個半；第3名係5號嘅好精神，位置係16個半；第4名係10號嘅讚賞。4搭7嘅年位198蚊，3重彩1891，單 T 係305蚊，個半馬位兩個馬位嘅距離，位置 Q 4搭7 64蚊，5搭7係43個半，4搭5係72個半。正話咪話佢有一個關邊落咗7號度㗎，係啊，得手啊！後尾再落過，後尾係啊，後尾再落過啊！好似好意外咁。係啊，好少人哋叻咪過到咯。唔係啊，唔係好少過到㗎嘛，嗌到咪就好少跑出嚟嗰啲就跑出嚟。人哋知道隻1咁跑咪過到咯。係喎，4年環係9241。孖寶嘅正獎121蚊，安慰獎係41蚊。賽前馬主問使唔使頂實隻左右逢源？我話你使咩頂實啫？近期離地走外碟不算差，不必耗力刻意頂實。走2、3碟隻馬，絕少鬥輸，有追逐目標咪仲好？真係追一隻安國倫喎，仲有希望喎，爭騎師王。不過莫雷拉都有分喎呢場。真係慘啊！好似厲鬼咁係咁接扯佢唔甩。唔係，所以我哋話，如果騎師王有3個位置派就好啦。咩厲鬼啊！你哋今日就係成日講接軌，唉，講得多。你知嗰晚雷神斷纜啊，夜空中啊灑起凄風苦雨啊！咁犀利。係啊，仲預告埋好似會被罰添啊！真係有慘過梁天來啊！即係有啲梁天來嘅味道，可能大家唔知邊個係梁天來啊，上網查下啦。梁天就知。好啦，咁我哋休息一陣。青島啤酒110年，只為釀造好啤酒。輪正橋楚，瑞信與你共創雙贏。瑞信認股證牛熊證，恭祝全港股民鴻運當頭，大富大貴。唱歌條路好tough㗎，所以我更加要試。喺前面帶住佢，定響後面 back up 佢呢？其實我頂得住，仲可以行自己個路。踏出去要有更強體魄 ，GNC 陪你行每一步。1+1成分修補加潤滑 ，GNC 高效特強關節1+1。有夢就要行動，用心踏出每一步，夢想總會達到。做好就係香港精神，大新人壽。想使錢使得開心，捉緊豐田環保私家車稅務優惠啦！有優惠，哎呀冇優惠，有優惠，冇優惠，高達7萬5蚊優惠就嚟冇啦！喳喳臨去豐田陳列室出車啦 ！Toyota。
睇長影片啦。睇下隻左右逢源，阿柏寶真係好整以下。根本跟隻醒目波幅都得㗎，以佢本身嘅速度，睇下係咪做唔到啦？隻馬本身監，而家喺個沙子後邊，佢先至走去隊喎，你傻嘅真係。早段隊幾步又已經係而家讚賞個位啦。喺讚賞個位你輸咗都，我諗冇人怨啊，甚至沙子個位，睇下係咪早段比耐隻馬冇反應啦？我係未睇得好清楚。但係睇側鏡咧，佢似乎早段啲韁繩咧又唔算話好積極。直路有冇人有啲咩變位啊、轉到位啊？都係最叻嗰隻就係好精神啦嚇，叫追得多啲。今日3場1200都冇得追啊！係啊，近期係有少少變咗嘅。唔知係咪你哋講得多啊？即刻改佢。係咯。4,9241。唉，以前人俾心機讀書，識整個草皮就發達啦。孖寶啦，正獎121蚊，安慰獎係41蚊。你都好俾心機讀書㗎。啊，但唔識整草皮咧，係嘛？你去讀嗰本馬經啫嘛。我睇下你分段時間啦，23秒半，22秒17。last 23秒03，1分08秒7嘅時間。睇下第9場嘅操練片段啦。精算律言咁呢隻馬跑完上一仗復課呢，就佢跳多啲嘅功夫，所以嘅力度稍好咗啦。瓶中截影，短韁扣住佢啊，借到啲力，仍都係好硬朗、好聚手嘅。迎風進區就跑過噶啦，咁暫時都冇乜表現，跳個 part 呢走起上嚟只係暢順嘅啫。首席咁啊呢課落嚟草地啦，走順咗之後呢，就末段都自己加速噶啦，好輕鬆嘅，好輕盈嘅。真誠真意咁計佢咁朝頭早嘅觀感啊，咁仍然都有爭勝水準嘅馬嚟嘅。包裝鬥士陣上有咗表現噶啦，最近試習亦都贏得出色，隻馬就繼續進步。信心出擊喺後邊，咁啊柏寶刻意留住佢唔過頭嘅啫，但隻馬有追勢噶，保持贏馬水準。佳音咁最近跑嗰啲直路賽演出就麻麻地啦，咁復翻課就狀態都係平穩啊。12門徒個身形都好靚啦，跳過走勢啊都好暢順，好有彈力嘅，狀態冇低落。勝利攻略咁仍然都有正常嘅快跳功夫，只不過就狀態就唔係佢季初打搭贏嗰陣時咁好嘅。波幅再現，朝頭早隻馬仲係有啲唔係話好規矩啊，咁都係一路改善緊啦。標之寶一隻較為單薄嘅馬，都盡量儲噶啦，可惜就狀態嘅進展唔大。閃耀小子外觀就唔錯嘅，走勢就平平穩穩啦，都係近期嘅作戰水準。進攻足球近期都跑得好密，我諗佢嘅心意都係減分啦，而狀態亦都係即係徘徊喺近期嗰個水準嘅啫。球迷至愛提供即場入球響機嘅隨身投注工具，電信運財寶 Mango Combo 同 Mango Deluxe， 推廣期超筍價出機優惠，即刻嚟電信數碼或致電4個7、4個8，出翻部電信運財寶啦！小朋友身體、眼睛同腦部發育得好，可以學得出色。全新惠氏金裝 4D 營養，新升級自學因子 ，DHA 加至5倍，仲提升 Choline 同 Lutein， 為小朋友嘅觀察、思考同健康打好基礎。我睇到佢好嘅表現，更睇到佢出色嘅未來。惠氏金裝新升級。你仲係用緊嗰隻染髮啊？我用緊 Salon Pro 染髮霜，你睇啲頭髮自然柔順冇味又健康。Salon Pro， 我哋都用緊啊！咁 fit， 你染咗未啊？健康生活由你起。今天起要早起早睡，多啲蔬菜，飲多啲水。
嚟到呢場係第9場跑翻草地，第3班角逐1400米，大熱門4號首席2.2倍，孖寶7號醒目波幅搭落嚟4號首席，升咗2成半，蝕水有3範比較多嘅。搭10號嘅勝利攻略呢匹大冷門呢就係蝕咗1成，其餘搭11號波幅再現呢就係蝕咗4成9，搭13號閃耀小子蝕咗1成8。好啦，嚟到第9場啦嚇，而家見到起咗孖嘅葉楚航喺度處理緊。呢場佢有隻佳音嘅，開始第一隻欄拉出嚟，迎風進區。